54歲陳松伶在杭州和老公坐船遊西湖，皮肉鬆弛，看起來蒼老好多。香港女星陳松伶嫁給內地小生張鐸之後，現在已經54歲了，依然無子無女，因為沒有生育，所以夫妻倆大部分時間都在過二人世界，經常一起出去旅遊，小日子過得豐富多彩。4月3日，陳松伶和老公張鐸一起到杭州遊玩，他們在導遊的帶領下，一起坐船遊西湖，還去了靈隱寺上香祭拜。當天他們夫妻倆的打扮低調又不失時尚，身邊沒有跟住保鏢、助理和經紀人，看起來和普通的遊客並沒有什麼不一樣。他們夫妻倆同框，能看出很明顯的年齡差。陳松伶雖然打扮得很年輕，但是臉確實有了很明顯的歲月痕跡，皮肉鬆弛，皺紋很多，看起來蒼老好多。張鐸今年45歲，比陳松伶小了9歲。她腰桿挺直，身材練得很好，沒有小肚子，胸肌輪廓若隱若現。最重要的是，她的臉皮肉緊緻，狀態非常好。雖然兩人是姐弟戀，但並不影響他們相親相愛。這次到杭州遊西湖，陳松伶和張鐸在船上很親密，真的很恩愛。在西湖看了幾個小時的美景，他們又跟住導遊去了靈隱寺上香。張鐸還在寺廟門口拍攝了照片，看起來心情大好。陳松伶當年被經紀人捐走所有錢財，在人生低谷時期，他到內地拍戲，和張鐸因戲生情。結婚之後，他和張鐸在北京住了10年多，直到近2年，他才重新搬回香港定居。現在他們已經賺夠了錢，所以大部分時間都在享受生活，很少出來工作，經常出去旅遊，真的好羨慕這種生活啊！